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5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府卫生局第1802年委托新老病院成立原主健康照护服务管理中心，但是第1804年却改由科技公司主导。医院陈金珍建议以病院作为主体，提供有需要的民众上大的协助。为了提升市民健康照护管理的品质，强化偏远地区民众的健康照护，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第1802年5月委托新老病院成立原主健康照护服务管理中心。不过，该中心第1804年却交由科技公司承办，医院陈金珍认为相当不适合，强调主导权应该回归到病院。科技业的主导为什么是不好呢？因为科技业他们本身不是在地的。第二点，他对整个医疗环境不了解，所以他根本也没有人就是专业也不足人脉也不足，所以呢，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卖仪器，因为不去带那个生理监测器啊，或者是什么紧急求救系统的这个仪器啊，他卖完以后他就不关心啊。那医界不一样啊。医疗机构不一样，它是在地服务啊，它是要对它的整个的病友来做服务啊，而且它又不会绕跑，对不对？哪一个医院会绕跑？不会啊！科技业它卖完仪器，它就走了啊。市长对此也赞成议员的建议，认为会当搁再研究。另外，议员关注到台南市网仔馆的问题，提出东区亚东馆外口杂草生甲规死。个环境杂乱，恐惊会有天高力自身的问题，要求教育局加强管理。这个我已经多次跟我们体育处那边有要求就是说，要做环境的整理，因为去年其实这个叫做环境整理。去年其实登革热的时间，我们其实也有定期在做。我看今年如果有登革热，可能会从你们这里爆发哦。好，这个我们会再留意。那也跟议员报告，就是说。因为整个举重馆，我们还是就是不是只有举重馆包括其他的羽球馆桌球馆这些我们呢现在都是要用劳务委外的方式呢来处理那这个部分呢，我已经要求我们体育处必须要在6月呢这个做这个招标的动作。议员期盼亚东馆伫6月份完成招标以后，除了环境改善以外，会当再建议活化。台南新闻站山林跟采访报道。为了将台南市传统建筑甲老街好好保存活化，市府伫1801年通过历史街区进行自治条例。不过4年来就咸水老街完成定数，互议员单一点批评速度上慢，呼吁文化局爱有更较积极的作为。台南市历史街区进行自治条例，第1801年7月通过，主要是要保存传统建筑甲墙边环境，促进历史街区再造。不过，这4年来就咸水老街完成法定定数，因此议员陈怡丁呼吁文化局加快脚步，早日确定具体方向。从你觉得非常台南非常需要这个条例到现在，到让议会让它通过到现在，结果刚有一个咸水老街。这个区域完成这个程序，这个速度，局长是不是有点龟速，非常的牛步化？跟议员报告在这4年当中，其实我们开了15次的委员会，那工作小组的会议更多了那么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老街吗？把整个台南的历史街区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普查，作为我们在做所谓的历史街区审定的一个基本的基础资料，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部分是我们也针对12条的老街区进行了一个改善，是12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说因为审定公告这个历史街区
而有所谓的一些相关工作的一些迟延呐。是，其实这个部分都是在建立一套的原则。后续在推动上，其实就会更快、更顺利。议员陈宜丁指出，中西区美街的范围是现在新美街为新公路到民族路之间的路段，地理史上有相当的定位。不但有真侪百年老店甲新店街的假日，而且因个自发性发起创意市集，希望为老街助力新活力。不过，这条美街并无被纳入历史街区内底，让地方真失望。所以，议员陈宜丁呼吁市府提供实际的帮助。是一直到近期才知道，原来在历史街区规划的蓝图上面，并没有把米街列入。市府在没有查证跟询问里民意见情况之下，直接把米街汰除在规划蓝图上，希望市府能够重新评估纳入，不要让米街的发展没有未来哈。这个是我们当地的这些店家他们的心声哦，所以局长，麻烦你，我想你刚才不是很清楚说到底怎么画。那既然你说那是一个整个区域一个范围，那最好了，那更是好。所以希望局长回去的时候，把米街这个部分回去好好的看看检讨一下，我们历史街区新美街的历史街区怎么可以少了米街？它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新美街啊，所以因为事实上现在都还没有划定，都还是在讨论的阶段了。讨论的阶段，你们就去找民众开会了嘛？那带给民众的讯息就是这样嘛。议员陈宜丁希望照着历史街区进行自治条例，将美街纳入保存活化，让这条街会当再现风华。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林志聪伫市政总质询上关心到大内北门等地人口数减少的问题，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真侪建设拢集中伫原台南市，因此伊呼吁市府未来伫建设经费的分配，爱考虑到偏远地区。议员林志聪指出，自台南合并新街以后，整体人口数虽然增加，不过对着大内、北门、左镇等地区来讲，却是呈现人口负成长的现象。议员呼吁市府未来伫建设经费甲资源，会当加分配予偏远地区，让整个台南更较平衡发展。未来啦，规划时阵，建设的规划时阵，本身嘛希望讲劫富济贫啦，遮甲发展的区，毋是讲卖建设，嘛是爱建设，是毋是用较济的心力，用伫阮的农外的区啊，农外的区啦，事实市民的道路啦，若小可破一空啦，工务局就赶紧啦，要去维修啦。我咧庄脚所在啦，破一空啊无人要插啊，你怎反映3反映4反映啦，就讲公所无钱啦，爱咧甲工务局处理啦。根据他的需要。我解决他的问题，根据他的特色，我协助他发展，慢慢才有办法调整起来。进步的地方，自然而然它会有溢出的效果，叫溢出效应，会溢到相对来讲比较进步还没有那么高的地方。另外，议员关心到新市政中心的地点甲规划，因为现在安平的市政中心位置偏南边，对来往溪北地区的民众来讲，交通非常不便。希望伫市长热清的年内，会当选择适当的新市政中心地点，赶紧完成规划。是毋是徛伫你的关岛，赶紧来规划，来规划新的市政中心，看是啥物所在。我是啥物所在？我相信后一届啦，后一届新任的市长啦，伊可能都有连任的压力，一拖、2拖、3拖啦，如果咱的新的市政中心啦，会找一个较实在的所在啦，啥物所在？咱相信咱的专家啦，来评估啦，迄有足侪原因。希望讲伫咱市长啦，你的任期之内，会当赶紧来定案，找一个所在，咱来规划好。来打造一个无共款的迄落啦，新的市政中心啦。市长赖清德回应，新市政中心设立的目的，毋是解决办公的问题，主要是要带动台南整体的发展。而伊也强调，第一年内会以开放政府的定数，邀请市民公开参与，决定适合的位置。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一名新华高中3年级的黄姓女学生，顶个月21号伫去学校的路上就离奇失踪，一直到现在，头月警方巡查拢无任何消息，连脸书嘛意外关起来，
和厝内人甲老师拢相当着急。上午家属伫议员李坤宏的协助之下，召开记者会，呼吁学生赶紧出面报平安。虽然林妈妈为了让超过1个月无消无息的查某囝有机会看到媒体解报平安，不过佫惊查某囝的相片公开，伊会想袂开，所以只互记者为一张脸书的相片佫做了处理，而且只愿意私底下亲情话话。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哎呀都没有讲，就好像平常一样去上学，哎呀上课安尼啊，我嘛唔知讲哪有等甲老师甲我讲无去读册，我才知影讲这个囡仔无去读册，无我嘛拢无想着讲会安尼啊。平常时嘛是干那读册，啊放学回来嘛是拢伫咧厝，啊礼拜天跟我出去尔，有时候我们就是有没有大家一起出去玩这样，啊无嘛是拢足少迄个出门啥物，我嘛唔知影讲。到底是什么原因想到要离家出走？阿卢如果你有看到报道哈，赶快跟我联络。就像你不想回家，你也要打电话给我知道，报平安，才不会让我一直担心。着急的妈妈会当讲已经马口无目屎，第一时间除了报警，又经历专业巡查。议员李坤宏嘛相当关心，上午伫新华高工校长甲老师陪同，呼吁18岁阿卢看到报道，直接敲一个电话报平安。而且经过警方证实，阿卢虽然4月13号迄天照常去上课，不过途中失踪是倒去，呼吁莫去互厝内人烦恼伤心。同学看不到他坐车，然后老师看不到他到学校上课，就通知家长。那家长就在4月21号晚上跟大湾派出所报案，然后相关的警政单位，包括大湾派出所、永康分局，包括警察局，妇幼队相关的单位，都一直在清查相关的资讯，但是到今仔为止。过1个月过5天，这个小朋友，这个同学一直没有消息。佮无偌久，高三特别被夹的阿卢，因为家属甲警方用尽各种的管道联络拢无到，最后才希望透过媒体力量。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人爱读册。新美街是一条有历史风味的巷弄，也是济老台南人的生活基地。所以中西区公所经过整理，将一片现地的空地完成利用，除了要作为社区营造的起点，5月28号暗时6点半，嘛将要伫这放老电影，邀请大家到店来欣赏。中西区老街已经成为有形甲无形的观光角色，其中新美街历史风味嘛陆续吸引外界注目。对此，中西区公所经过总总甲协调，嘛将巷内拍远多年的空地整顿，并且说服地主无想互公所利用。同时，透过台南艺术大学协助，要来规划老电影放送，成为社区营造的第一步。这个不是终点，这是一个起点。就是唯有透过空屋空地整理完之后，然后我们在6月、7月的时候引进社造替代役，然后我们在新美街这个空屋空地里面发展出一个社造，希望能够经由区公所社造的那发展，能够带动新美街整个繁荣，也是让说来我们中西区旅游的
让旅人他们一个街道文化有多一个地方来好走，因为新美街除了我们之外，我们以后还会陆陆续续的去发掘新美街的那故事，希望说我们的社造能够跟新美街的那个故事互相结合。好，谢谢。会中难得的是，公司嘛特别打造一台老式电影的三轮车，邀请中西区议员安玉峰甲库里里来到三港录音放送。空地播放怀旧台语老电影，由秦风、于珊珊领衔主演的《哀怨赤坎楼》，活动免费，座位有限，请大家告诉大家，一起来看最在地的古早味电影。我拢非常支持吼，咱区长的这个构思啦吼，我们的老社区注入新生命我想也唤起我们很多年轻朋友，或者是说怀旧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共同关心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所以区长讲要叫阮两个人录音的时候，阮就义不容辞马上来伫这个借着咱这个旧电影的这个放映互咱所有民众共同做伙来关心咱这个社区的发展。我相信美街是一个足有历史的所在。希望讲大家重新认识米街之后，更爱台南。当然，欣赏老电影所放送的嘛是古董级碳金棒的放映机，出来超过40档主力的老师傅。电影就是靠这个碳金棒，反光镜，碳金棒的烧子，反光镜把它光线照出去，感觉比咱的书的影像更较好个。用这胶卷放出来，甲咱书的种放出来效果差。随着时代潮流，比卖机甚至所有的放映机甲老家，现在再次注入新的生命。嘛要请5月28号暗时6点半，大家来新美街斗阵看电影。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今年全国韵律体操锦标赛5月26号到29号，将伫嘉南药理大学举办。到时除了有来自全国247位选手。要来拼个人甲团体项目的第一，同时嘛为2017年世界大学运动会的竞争有先做好准备。韵律体操结合音乐、舞蹈甲芭蕾，是一项艺术性真悬的运动项目，嘛是亚运甲奥运的正式比赛。今年来自9县市对国小到大学，总共247位优秀选手，组织伫嘉南药理大学，要进行为期3天的全国锦标赛。其中对高中的主会到日本进修的古尼珍甲龚云，嘛拢回国比赛，实力坚强。过去韵律体操一向拢是东欧国家的天下，不过咱随着训练方法创新，国内选手的水准嘛愈来愈提升。希望这场比赛嘛为明年世界大学运动会来做准备。我们每一年度都有这个全国韵律体操锦标赛也在全台湾的各县市会轮流来办理。那今年轮到我们台南市来办理这个全国韵律体操锦标赛，那我们希望在整个场地还有赛事的规模上面都可以逐步的达到国际的标准。那尤其是因应明年2017在台北举办的4大运的部分这是13个必办项目的其中一项。那尤其我们又会第一次组团体赛的队伍来参赛，代表台湾来参赛。那我们希望韵律体操这个项目呢，能逐渐的让国人看到所以从26号开始一直到29号都会在嘉南药理科技大学的少中体育馆来举办全国韵律体操锦标赛。那也欢迎我们台南市的乡亲有空的话可以来看这个最美丽的运动。所有选手训练365天，只上台这1分钟来决定因的训练成果。所以欢迎市民朋友5月26号到29号来甲因加油打气，并且欣赏上水的比赛。电新闻本集郭博义采访报道。由空中影艺主办的口说大赛，
今年队比赛在讲中学、在高中甲高中级的成绩拢相当袂歹，特别是今年首度举办的高中组比赛，在讲中学竟然包下初赛前50队的优秀成绩进入决赛，并且抢下第1名的光荣。这尔侪学生到场，因全部拢是全国性 MyET 英语口说比赛得到优秀成绩的国中、高中、高级学生，因也互校长感觉10分的骄傲。在3月中旬的时候呢，是国中部全国MyET英语口说大赛，竟然呢录取决赛是50组，一组2个孩子，那只要是前50名就可以到台北参加全国决赛，竟然是德光把前50名全部包办了，真的是老师很认真，我们的 Judy 老师哈，英语绘画老师，全都是他指导的，他是国中组。可是高中组呢是上个礼拜，按理讲就是高中跟高职哈，他是各选出10组参加全国决赛。我们也不负众望，高中就拿下了全国1、2名。我们2位老师，一个是 Nancy 老师，也是英语绘画老师，另外一位是 Wendy 老师。那我们整个这样一个大竞赛到台北去，国中组有3部大巴士去，3个老师压阵，总领队就是我们教务处副主任徐副主任，非常认真尽责。为了这场比赛，好多的孩子，他是初赛是线上，所以呢，老师，我们徐副主任几乎是好多的夜晚陪孩子，在学校一起作战，这是非常感动。特别是今年首度举办的国中组比赛，德光中学既然包下初赛，全部前50队名野的优秀成绩，可见德光中学的英文实力是普遍分布在每一个学生的身上。校方这样积极打拼，就是希望未来会当让学生借由伊的英语能力有更加开阔的国际观。咱新闻早采访报道。台南艺术节城市系列为拜5开始，将伫今日戏院上演几啊场悬疑戏剧《今日事件》，借由电影院的特殊场景、灯光音效，要互观众有无同款的剧场感受。戏内底所发生的嫌疑事件，互人一面看一面思考。这出戏《今日事件》所呈现的意涵。这个稻草人舞团的创作，特别为今日戏院量身打造，对舞台、灯光、音响，甚至是布幕上播出的影像，拢经过一连串的设计，希望借由整体气氛，让观众对这间老戏院有深深的感受。就非常有趣的一个作品，就是它其实是电影跟现场表演交替，所以你刚刚看到的每一个段落都会有电影的铺陈，之后转换成表演。然后我们会有一段是完全是跟影像的实际互动，那这个也就是希望观众能够来这边体验非常特殊的一个表演的方式。对，就是不是只是单纯看舞或者单纯看电影，两个是合在一起。然后电影之外还有影像的互动，然后还有音乐的那个设计，然后服装，对，然后重点是我们的舞者，然后最重要的还是灯光，因为怎么样灯那个让舞蹈跟电影不打架。通常电影叫黑妈妈对吧？可是我们又要演电影。你看到我刚刚在第一段的时候，电影在演，可是舞者还是在演，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电影。那这个也就是我们长期合作的灯光设计官员想让我们设计的，所以我们这个整体是非常的完整的。因为气氛营造了上过成功，就连来观赏的文化局副局长一开始也惊一跳。因为其实以往我们看戏的时候，看舞蹈就会是舞蹈的演出，看电影就会是电影的演出。那但是他这一次呢，非常巧妙的把舞蹈跟电影结合在一起。那一起演出的这个效果呢，又包含了很多的悬疑的事情在诠释，然后再发生。他希望让我们看到的电影在电影荧幕里面的人物或者是事件呢，或者是感情，可以借由舞蹈的方式，借由肢体的方式去重新的诠释，然后
呈现在观众的面前，我觉得这个是最不一样的感觉。借由电影甲舞者的互动以及替换演出，呈现出老戏院的旅行世界，带领民众到场感受这款特别现意的气氛。台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晴分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十号记录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5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田雅珊，咱再会。